今日係2025年嘅4月8日，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航程第1675日。神同 A 以及 Y 仲有好友 Factory 星期日結伴探訪快必，佢哋10點半到達石壁，但係都要等咗差唔多30幾40分鐘先聽到叫 number。以假期嚟講都算 OK 嘅，因為星期日真係比較多人探訪嘅，同埋佢哋只係得6號窗招呼35家同學仔。所以要等俾佢哋早到嘅同學親友探訪完畢先至到快必。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嚟啦。喺荔枝角嘅時候，探訪嘅窗口就比較彈性，因為嗰陣時實在太多同學啦。佢哋見到快必啊，覺得佢曬到黑黑咁，就笑笑口咁話佢似黑人牙膏，好窿啊！見到棚牙好白，快必係白人主義嚟噶嘛。聽到佢哋話自己黑有啲無奈同埋委屈啦。不過佢哋就大讚快必好精神，瘦咗好多，睇到條頸側面睇嘅輪廓出晒嚟啊，又冇雙下巴喎。快必仲要好 proud 咁啊，拉低條領俾佢哋睇，話自己有鎖骨噶。係Factory 就話識咗呢一個師傅咁多年都未見過喎。快必終於笑翻啦。佢哋問快必啊，究竟食乜啊？幾個月就瘦身成功。快必於是又話俾佢哋知啦，佢嘅3餐係點樣嘅。早餐食飯好多好多飯，有一啲菜一嚿肉。午餐食有豆嘅粥啦，同埋麵包。晚餐都係食飯啦，好多好多飯，一啲菜一嚿肉。哇，聽起上嚟真係瘦身食譜嚟嘅，令到 Factory 都好有啲心動啊，要試下呢個瘦身餐單啊。咁會唔會唔夠飽呢？都會㗎，所以每個月快必都會用人工買啲零食嘅。肚餓嘅時候要嚟充飢。快必話自己而家差唔多儲到萬幾蚊人工啦，但係好多時都唔係好捨得買零食嘅。佢話要留翻啲錢喎，大家就好奇怪啦，留翻啲錢做乜啊？快必就話要買件靚靚衫啊，落船嘅時候着喎。佢話睇日本時裝雜誌見到好多靚衫啊，諗緊到時落船着乜好。佢話而家自己瘦咗啦，着衫又會靚啲啦，更加令佢有衝動買靚衫。佢話自己呢一個瘦碌啫應該可以 keep 到落船嗰日啩。就嚟有假期啦，快必話每次假期除咗擔心收唔到信之外就係擔心冇廁紙喎。點解呢？原來呢度嘅廁紙資源好珍貴嘅，係放喺一個櫃入面，由一個職員負責 keep 住鎖匙開個櫃先至可以配給廁紙嘅。但係呢一個職員係放紅日嘅，所以每次假期嘅時候就冇人開櫃派廁紙噶啦。如果咁啱肚痛肚屙啊，又冇足夠廁紙嘅話就會出現呢一個短缺現象啦。所以紅日對佢嚟講並唔係好事嚟嘅，咪係咯，都冇1/3，冇得扣假，冇得提早放學。紅日對佢哋嚟講真係冇乜意義㗎。就算唔中意紅日，但係就嚟復活節，點都係人哋嘅假期嚟嘅。快必話自己一如以往啊，準備咗好多講章迎接復活節，包括4月17號嘅主內聖餐日啊，4月18號嘅受難節 Good Friday 啊，咁佢叫神童啊同埋其他朋友一定要密切留意喎。快必話喺船上4年幾啦，除咗神學書之外之前主要睇嘅都係歐美啊同埋日本作家嘅作品。但係見到最近韓國法官咁鬼好嘢喎，韓國好有法治，能夠懲治到亂咁嚟嘅當權者，佢都為呢一個韓國民眾嘅勝利感到驕傲，所以決定由復活節開始啊轉 channel 啊睇呢一個韓國作家嘅作品啦。之前有朋友已經入咗一本尹東柱嘅詩集俾佢。尹東柱係朝鮮獨立運動家。
韓國愛國詩人啊，留學日本期間呢，因為宣傳朝鮮獨立被捕，最後呢，因為酷刑呢，喺呢一個牢獄死去嘅。快必話喺冤獄嘅復活節睇佢嘅詩，一定好有 feel 喎。另外，快必亦都計劃4月份呢會睇諾貝爾文學得獎作家韓江嘅《永不告別》。此外呢，仲有一本呢係金英夏嘅短篇散文，叫做《見》啊。村上春樹呢就睇得多啦。喺韓國呢，金英夏都係相當受歡迎嘅作家。但係呢，快必話自己都係第一次認識呢位作家嘅。神同 Y 呢話快必大吹韓國風喎。快必話呢，其實韓國除咗有 K-pop 啊、諾貝爾文學作家以及呢一個魷魚遊戲之外啊，仲有神學叫做民眾神學，好正噶。韓國依家都係世界聞名嘅巨人。之前啊，有人話黃種人係中國人喎。韓國人都係黃種人，但係如果話韓國人係中國人嘅話呢，啲韓國人啊，實又上街示威噶啦。近日呢，快必話少咗聽收音機，唔單止呢本地冇乜新聞啦，大家都肉隨砧板上，國際嘅亦都冇乜好嘢啊。被侵略嘅國家亦都係肉隨砧板上，大家都係既哀且怒。神同 A 同 Y 啊都話咧睇過佢嘅講章，知道咧佢經常提到既哀且怒。快必話最開心係收到大家嘅信，回應佢嘅信，特別係講章啊，覺得大家已經成為咗一個 virtual 嘅群體啊，所以唔使擔心第時落船之後啊會停止交流。佢話有生之年啊，仍然有生命氣息。仍然呢就會有一個心智同一個信念，所以一直互通互動，彼此紀念，互相守望嘅。30分鐘呢好快過去啦，佢哋臨走之前，大家拍下窗口，互相加油。上個禮拜呢，快必嘅郵箱都有好多信㗎，我哋呢就寄咗掛號出去啦，應該呢就唔會蕩失路啩。寄信嘅朋友呢，就包括第一次寫信嘅瑞典小 fans 嘅 postcard 啦，期盼者寄咗畢加索嘅 postcard 啦，仲有 Teresa 啦、古仔啦、冇署名寄咗關於 Dipsit 啊、啟德遊樂園以及呢一個緬甸地震資料嘅朋友啦，仲有向山舉目消化俾快必同埋其他船員嘅信啦。fan 俾快慢嘅信啦，黃阿媽前後2封信啦，最後呢，有朋友寄咗一沓呢係外國食物有關嘅 catalog 啊，非常有心，話係 for anyone boring。不過呢啲小冊子寄唔到入去，但係如果當書嘅話呢，就會佔一個 quota 啦。咁一個月只有6本書啦，所以唔係咁適合呢寄俾船上嘅朋友嘅，抱歉。咁下個星期呢，就係復活節，如果你仲未寫過信俾快必，唔好怕醜，唔好懶啦，買張靚靚嘅復活節卡，又或者呢寫封信同快必 say hi 啦。有時間嘅話寫埋俾慢啲都 OK 噶，一樣可以寄去七姊妹郵箱嘅。開信嘅朋友唔好停，繼續寫啊！如果好耐冇寫過信呢，就快啲加入翻筆友嘅行列，因為收到你哋嘅信同卡呢，對快必嚟講係好大嘅支持同鼓勵。不過提醒一下，寫信寄卡記住唔可以有閃粉，唔可以有貼紙，唔可以用釘書釘，亦都唔可以係 3D 突出嚟嗰種，但係燙金燙銀嗰啲就 OK 嘅。來信請寄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郵政信箱60141號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